繼續一個女仔去行山，我係 Estella， 今次去馬屎洲，一個連島沙洲。小島原本叫鹽田仔，同西貢嘅鹽田梓唔係同一個地方。1999年4月9日，政府更加將馬屎洲連同附近幾個小島正式規劃為馬屎洲特別地區，佔地61公頃。馬屎洲喺2009年更加被納入香港地質公園範圍，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可嘅世界級地質景點嚟㗎。你可以喺大埔站搭小巴20K 或者九巴74K 到總站三門仔落，沿村行25分鐘就會見到個連島沙洲啦。哇，仲見到慈山寺觀音像添。啲人話馬屎洲個名係因為英軍曾經喺度牧馬，搞到洲地馬屎，同埋個島個形狀似一篤馬屎，真係想象力唔豐富少少都唔得。有機會仲會喺度見到因為鐵氧化、高溫或者岩層經擠壓及侵蝕而成嘅七彩岩石、拉刺芝士岩石，乜都沉啲好似香腸形狀嘅龍落水，仲有黃金同埋雜色各孔海膽添。簡單易行，預3至4個鐘。By the way，呢度係1982年已經被列入具特殊科學價值地方。記唔記得上一次介紹嗰個又喺邊度呢？